娘那些万夫受之光魂，快快上殿见驾去吧，见驾去吧！众位大圣，请了，不想嘛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快了，快钱啊！让跑步啊，这个钱，我才倒霉，我才会想，你们快去，我吃了一点，难去轻点。我把名字打我的。不然你脑袋快什么呀？这个女将军，女将军是谁呀？我老板我俩自己儿。有位老长相告。好，这位女将军，名叫刘金英，她的母亲刘天华，海口之乱去出征，甚至海口郑孝勇反马广兵来围困。这刘金英得到信，马上大兵去救应，不但救了刘天华，还把海口也烧平。今日官司围绕来，惊动了末日的老百姓，多想脱冠女将军，究竟是怎样一股人也共臣？这位女将军呢？王爷快到！哦，公子啊，请我们快快啊！来，大明嘉靖皇帝为御美秦国公子刘金英，于出征之内，东岳庙救人保佑，曾许下宏约，今得分归来，得写本月十五，接人了约。从今天起，警戒3天，了约之日，停日一朝，凡入京之事，不论军民等等，一律不准推破御美。万事快了，
如果为你老在我去上路，我配从去。年轻人做得光了，年轻人列战。哦哟，帅的，刚刚千万要洗过，那看玉梅娘娘又不会洗个了。我啊，还是做个生意去啊，我还是做生意去呢。到自己妹妹去吧。
请娘娘息怒，用小米将来。
谢谢大恩。这样一来，启禀着的老娘祈祷一场与民不离，我小兵我真要回来，叩谢娘娘不在此恩。倒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小子。张小儿叩谢娘娘不在此恩，愿娘娘百业富贵罢了。张小儿再谢娘娘不在此恩，愿娘娘三三平安。去吧。张小儿再谢娘娘不在此恩，愿娘娘什么？愿娘娘称心自意啊！
公就在今日早早得此3年宝笔。呀，果真好一对宝笔。儿啊，万岁言道，但等您称谢字母嘛，这上面宝笔可是顶品之门。弟弟，儿啊，今日4更起身，有庙进香，真得为路上辛苦了。王爷，娘娘去念香，本当早已好回来了，今天在庙中见到了一个。见到了什么？儿啊，见到了什么？身在地下多少一人？哈，岂有这样不怕死的人？儿啊，此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暖的，年老的还是年轻的？年轻的，你可能见到他？见到的，他可能见到你？当然是见到的啦。家园，把他刁民砸了与我千刀万剐，万剐千刀。弟弟，女儿已经把他放罪了。这是为何？弟弟用笔。
啊，不对，哦，哈巴特，把那张小儿抓来见我。哈利乌哈，哎呀，稀里糊涂了。张小儿啊，张小儿，哎，你把老夫搞得糊里糊涂，老夫要你死得糊里糊涂。
见到爹爹生病了，陈明帝娘娘一定生病了，带我去报与王爷知道。娘妹，怎么无里无度的就去禀告王爷了？哎，娘娘她怎么会在这里？莫非昨天被王爷埋怨了几句，又发神心闭气了？不对呀，他为什么又叫他张小儿呢？莫非他在庙中见了他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？结果王爷怕了。哦哟，是娘娘切身有病啊！是娘娘切身有病啊！那得小姨为娘娘切身安排啊！下官这边来。无罪，有红了脸色，请居娘娘随的马街上，朱红玉罗是了，朱红玉罗知道了。先生请往前请。先生与娘娘切身宽平，可要谨慎小心呐！请王爷切身放心，不要设置与娘娘切身宽平，就是与平民百姓宽平嘛。小姨也是绞尽脑汁，费尽心血，哪怕粉身碎骨，也要为平人出力呀。娘娘切身的病源，你可要推敲得真，可不能妄下定论啊！我向王爷切身吩咐，小姨有人思绪，事先要三思而已，要三思而已。不是今日2月至今刻骨铭心，不是小姨在王爷切身面前夸口，不论是大病小病重病先生你太啰嗦了。先生，快与娘娘宽禀吧。好。娘娘生的什么病？此病时下不下，事尽必惊啊！王爷切身，
你快与我们一模一样来。王爷台上，小雨有礼，先生少礼，一旁听从。有王爷在此，哪有小姨的所谓？先生乃与娘娘天水宽平来的，哪有不服之理？只是小姨方是高福。提问先生真姓大名？外孙姓许，草字金家。哦，许金家，许先生。不知先生是哪一位名医所传？小姨乃是家中目击之地，就退了。听先生的口音，不像本意之称。小姨乃是他乡因意而来。
小姨必为举国而来。那你为何而来呀？那是玉梅娘娘病体早的别语，母女一人呀。哎呀，谢婶婶清高的很呐！家园替谢婶摆酒接风。哎，王爷且慢，这酒能苦也，这别语可不能服啊！哎呀呀呀，谢婶婶不愧是九代祖传的名医家呀！这是谁生动儿跨去见过王爷？见过王爷。家园带谢婶的童儿去用酒吧。巧莲。见过王爷。你快去见过这位与娘娘宽密的九代名医徐先生。见过徐先生。这位姊弟罢了。巧莲，你快去禀告娘娘，使我即刻带位先生同堂共人。徐先生，请啊！王爷同去，理当奉陪。此事有劳王爷。先生，请。王爷稍来片刻，在小姨他下须子。先生他须着人，王爷用笔，娘娘现在有病，奉天进入须着，传须正流，下不成熟，定要整顿流法。既弄娘娘奉天抹条，就要杀他。这样一来，就乃针对娘娘现在治病医了，无外乎要他须等流啊！这他须等流，原是先生正说，本番语气不爱拿。为了娘娘现在，我是虚虚小先生请。哎，王爷且慢，又有何事啊？王爷有稀奇之命，我用小姨讲的呀。哎呀，本番也是想不起来，请先生你讲。恐冒犯王爷。不妨。王爷，手上揣的须子嘛？先生娘本番他须等了。又是王爷过题呀！哎呦，我们先生您讲，本番特了须子就不为应走了啊！这，他须等流嘛？是，请先生一人等来，本番在前听实言是很等你。王爷，这是的吗？这有什么使不得的？我还是请王爷让路的好。先生请，请王爷都上里的好。请王爷都上里的请啊！王爷。
回去吧。今天累了，因为徐先生岂不是件大喜事？哎呀，巧莲，我没有病。娘娘，王爷叫我来禀报于你，他今个就对徐先生上累了。累了，又累了。迎接王爷。巧莲子。徐先生，怎么你一个人上来？王爷他特了高虚，不会走路，我他命我一人来的呀。徐先生，你为何要特许上来？巧莲子有所不知，才须登楼，家不登中，定要整容楼巴。记住娘娘风水，没挑就要食堂。这样一来，就乃整个娘娘妾身治病离了。故而我要特许登楼啊！徐先生果然与众不同。先生早在，带我去禀告娘娘。多谢巧莲子。娘娘，王爷他没有来，徐先生一个人来了。是此人好，快请医生下去吧。娘娘，徐先生乃是接了王邦，奉了王爷之命来的，怎能不娘看病就叫他下去呢？哎呀，我没有病，看些什么？娘娘30病，我看你近来神志恍惚，心神不安，只是拖延下去，怎会不成大病？我看还是请徐先生看一看的好。巧莲子，徐先生，请。妈，拿来。什么？红了线啊！什么红了线啊？哎呀，你这个注意身体，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懂吗？倒要请讲。那么你就听令好。用意无奈爱定家，乃寡娘娘听不清。那爱没正定，总没挑定家这花来在下段平静，必须爱得正，才能对症下药，是所有不着，岂比无为病人？那切忌爱马，疾病不测，是公差激动啊，屡败震动啊，这屡败震动怎能对症疾病？我们徐家可从不有这无人之计呀，是吗？那旧人相传，居是病虽爱马，对病之人，保人一道病死。徐先生果然是个高明的医生，没有这点小本领，外国前来接报。巧莲子，我可还是请娘娘平手爱马的好。只可娘娘不肯。你是要表明我的来意呀？坤饼为什么来意？
外面扫的，让我去试试看。多谢巧丽娘娘，许先生这千辛万马难以诊断病因，须凭谁按马？请娘娘平等。你不知道这是公论吗？娘娘当年许先生与你看病的来意真正啊！看病为什么真正不真正的？娘娘。去车中轻轻随身带娘娘在堂，小雨有礼。许先生，请来安马爬。啊，是。许先生。哎。娘娘的凤娘有4天了吧？是的。娘娘是上头会莫云吧？对龙怪杀不怪杀，是不是自然世界才有人也不透啊？许先生，请。许先生，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据小姨看来呀，娘娘是冒人疯魔。虽然有些疯案，病为怎样重吗？是要针对宝的病因吗？还需看过娘娘列当的身上，才能下说。看身上这人。娘娘，上一道天子亲人上谕实用，地子亲人上谕无果，神子亲人上谕上莫。上一道莫中有人，神愧人作，鬼苦之其身，不但能治其病，还能对其病根，是不可上莫，就乃知其情了。许先生，你来看吧。多谢娘娘。快去病
度人少，一样有用。娘娘，你何必问我？我问你什么嘞？我不管讲，是你讲嘞，多谢娘娘。记得娘娘病人时候啊，反而叫公了。你到哪里去？我无法使得娘娘治病了。咦，你不是说已经知道娘娘的病源了，怎么会无法使得娘娘治病？这，哼，我老实告诉你，你要是看不好娘娘的病，今生水天下来，进去。站子，待我禀报娘娘。
娘在上，小雨有礼。许先生必胜。许天
乔丽姐，这就是你有娘娘的不是了。怎么都是哀家的不是？娘娘啊！若一见，因此交办进庙堂。你进庙为的是心好奇，为什么又要把你来举报？长远。
祈祷88月份这一场，我从此不信多恨上一片思念千来旁。你巧扮一身苍天古人戏弄愚昧娘娘千岁，与我上帝进家去吧！放了！嘿。
到送报于我。风雷场去见。秦王爷，风雷场去见。哼，这个老匹夫，弟子为他儿子求情来了，命他进监。风雷场去见。将也来告他，只是儿谁不给他，而望弟弟设法救我。小奴才，你尝尽功累，戏弄娘娘千岁，真是罪不该长。弟弟，儿来结党可比，我为苍尽功累，娘娘亲自养育，又真的是戏弄娘娘。真有此事？娘娘有请放你报备，也让儿书见弟弟请客。小奴才，你造化不小哦！下官风雷堂拜见王爷千岁罢了。风大臣来见本藩，为了何事？王爷千岁，天不是，凡不是，都是下官的不是。不给兵杀，久之不言，终之于朝。官我今日得到法诏，与王爷千岁配礼来了。呵呵，所闻风大臣私家年金，家自有报。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身犯何罪？藏进宫楼戏弄娘娘千岁，该斩不该斩？哦，犯了这样的弥天大罪，理当谋杀。对呀，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正为藏进宫楼，他接了王邦而来。我儿既是接了王邦而来，乃是与娘娘千岁昆平来了，真是他戏弄娘娘。既说儿戏弄娘娘，娘娘怎么不将我儿定罪，反而趁他这双脸暴毙？这是下官的教子无方呢，万是王爷千岁的赐驾不念了。老匹夫，机关当中休着笨蛋，来呀，将他轰了出去！弟弟，将凤家进开到坟上。弟弟，刀下留人。金钱娘爹，我在这里万幸。他真为困病，不为困病，女儿真为解女。他是叫一生儿嘞。弟弟，你王公之上可能泄密，若非行义之人再动一刀，也不得前来困病。敌人泄密。哎呀，弟弟，事过到只有恩将恩报，怎能恩将谁报？哼，为我斩他不得，难道万岁也斩他不得？弟弟，你王公之上可
天花所追风将军，挑担一身长金布雷，戏弄玉美千岁也是西西皇罪，本应将臣。故年潘家多年参江东所贼，今孤事作此，将玉梅终身撇配于风将军为妻，接着万婚亲赐谢恩，万岁！啊，王爷千岁，奉他臣，请驾。请我。水飘飘。上来。